喺泰國春武里，一個喺網上好紅嘅改裝師傅被警方拉咗。呢個係標師傅，泰文係昌標 Modify， 今年38歲，原名 Tanat， 只有小6學歷。佢嘅醫術係之前坐監嗰陣同啲囚友交流心得咁學返嚟，出獄之後學以致用，將屋企嘅睡房變成地下診所，之後喺網上宣傳接客，由簡單處理到所謂嘅改裝升級，全部都喺屋企完成。到咗2月12號，警方聯同衛生部放蛇上門，一開門見到佢準備幫個客開刀，即場將佢拘捕。警方喺屋內搜出683粒工藝用嘅玻璃珠，過百把手術刀同大量填充劑，全部都唔係醫療用途嘅。正常醫療會用醫療級材料，而佢用嘅係工藝玻璃珠同工業石蠟。呢啲材料入咗人體會走位、發炎甚至潰爛，情況嚴重嘅可能要切除組織保命。佢開咗檔2年，每個月大約接7至8個客，月入大約有5萬泰銖。佢仲賣埋 DIY 套裝，教人自己返屋企搞掂。警方已經告佢非法行醫等罪名。佢夠膽咁樣幫人改裝都夠勁，但係我覺得最勁嘅係唔驚冇命嘅客。